了解一切啊。只要是老太太喜欢吃的，我不喜欢。好，姨太太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吃呀。老太太需要客气，这叫公衙女已经冒坏了。哎呀，我嘛先生了，老祖宗啊，自己也生有送，要不是也生有送啊，这句话我也欠了你。你听听他这张巧嘴。所以有这几年旅行的关系人呐，身体还常自知眼强，以前不顾你老太太。我的啊，我已经老了，我求什么？想当年呐，我像红丫女这么年纪，哪倒比他还强你。姨太太不是我当年奉承，我们家是个女儿算起，要是好要是小，我还不是包丫女哟。眼里啊，真理。这倒是真的哦，我时常真会听见老祖宗生气发怒的呀，好哩。老太太已经如此会好了，老祖宗请。姨太太请啊，老太太请。放这边就好看了呀。哪里啊？这个通道和那个。对呀，就直接往这边嘛，这个他们也展不开，观众也展不开，场面拍的不好看。整个先生都走。干脆整个好看。那尽量往两边站一点，尽量往两边站一点。
西莫。
旁边跟那个鸡和打架。旁边不要进入镜头嘛，哎，对，要曝光哦。对呀。怕吗？你怕吗？不是我怕，还是给他们让道呀。哎呦，我这个调不来，这是。哎，结束，我要调镜头了。小朋友看一下，小朋友。哎，哪一个？对啊，四个。对啊。小朋友过来。也就不我的死我。你记住，我帮你。哎呦，好出去。但是你们有时候我来跟你们说，参谋。然后这个观众在外面打开，感觉然后就要对那个人用白衣服在里面嘲讽
现在那么多的工人啊、参谋啊，都会接触。给我们猜猜下。像我本来去吃中饭去的，跟这个一号一样。没那个车子。对呀，买了个半冰。这本来要走的嘛，本来要走的，后来现在停下来把东西也没吃到。然后这边10号这一号。没办法，我就这么多汗呀。你还是他们镜头挡住了。马上跑到这个街头上，这个开过去。我这个镜头太长了，太长了，要很远才拍得进去。跑到那个石头上，那个开过去。3个都没有了。你怎么不姓三郎的人？怎么一年7万人好？这叫做品质论退一。不是甲午。真是江淮男人好呀好人有理，不知道究竟你的几个了414把红莲他一理，看他是王冠世纪。这个几年呐，林姑娘也该委屈了。你是怎么委屈啊？你林妹妹呀，是要为所在是几家的去理啊？你呀呀呀，你说什么话嘞？你红在他呀不来，妹妹是所在缘起早夫妻。长高长直。我知道，马上换个真委屈，多数真得求情好吗？你得相分顺利啊！马上给他换过来，这个用不上了呀。难道是平错走谁不好吧？你可知是泪千里？露眉看。好一层又得一层，
好做。子权，子权，你不能退！子权，你不能退啊！你要在烈火也待了去呀！你怎样的为死啊？老祖他虽然听晚些话，是你姑娘才会守在死期家里去呀。二爷他虽子权，你不能退，你不能退啊！娘一家妈妈这位灭父一位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先生，在这里面没了，在这里面没了，给我当着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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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着去！老母啊，这不是你家的事，不许掏心。你们听着，从今日不准让心灵一层清泪，不准知道名字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是不能听到名字，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哎呀，要会告诉我，我这个叫你奶奶的嘛，我要说谁？老爹的李妹妹，她从今而去不曾还去。不错不错不错，鼓掌鼓掌鼓掌。心里不能再叫父子一死提生死，三家名字累起姑娘。二爷。伴奏再响一点。子秋，子秋，你不能退，你不能退啊！这把你是你的，看男人觉得特别好看。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啊？我只说他虽然听晚些话，是林姑娘才会守在死期家里去了。二爷他是子秋，你不能退，你不能退啊！二爷。杨林家妈妈这位灭所一位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先生，在这里面来了，在这里面来了，全部当着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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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着去！宝妞，这不是林家的事。凭着谁不许他心？你们听着，从今日不准让姓林的进来，不准提到林字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有各种姓林的青年，各种听到的，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想一下，看那个小朋友。对不起吧？
亲嘴无比，自作皮子把。